網絡安全一個好重要嘅話題。做電商創業嘅朋友，我哋日日都要處理網上支付、客戶資料同埋供應商溝通等等事情。但係你知唔知道，越嚟越多網上詐騙分子都盯實我哋呢班做生意嘅人呢？今日我就會帶大家點樣保護自己。首先，我想講下電商會遇到咩網騙風險。第一種呢，就係假供應商詐騙。做 dropshipping 最驚嘅就係遇到假供應商。佢哋收咗你錢唔發貨，或者係發啲垃圾貨俾你，仲有呢，可能偷你嘅信用卡資料添。真實個案，上個月呢，有個學員 online 揾到個供應商，價錢平市場一半嘅，點知俾咗按金之後就再揾唔到人啦。我哋點樣識別網上供應商詐騙呢？有幾個警號，大家一定要留意嘅。第一，價錢異常吸引，譬如話供應商報價平過市價30%以上，或者無啦啦大減價，或者係話限時優惠，但又唔講清楚。